宜兰罗东老热的街路边，一栋西洋式的建筑，踮遮徛起超过一甲子。意大利神父初初咧设计北城圣母天主堂的时，模仿13世纪哥德式建筑风格，为着让宜兰在地居民愿意行入西方教堂，听道、望弥撒，传统台湾的祭拜文化，嘛深深和教堂来结合。阮神父我要尊重咱的梵蒂冈教廷，所以有写批转去教廷，请示讲是毋是会当讲入境随俗是毋是会当嘛伫咱的教堂内底设即个祖先的拜位无想到讲咱的梵蒂冈的教廷嘛非常的开明非常的先进，马上就同意。1952年，中国云南的灵医会神父甲修女被中国共产党赶走，迁徙来到台湾，一路来到偏僻的山区甲离岛，传道和医病。意大利籍的李治神父，就是其中一位。我就是天主教灵医会的神父李治神父，我的中上叫我学台语，就是来台湾来传福音，去帮助咱的团体来所做的工作，特别医疗的方面。李治神父来台湾66冬，为了传道，台语讲甲比台湾人更较认同。无论伫传道啦，佮伫开讲过程当中，伊嘛是拢从真正单位甲咱去交谈的。大家对伊拢真信赖，有啥物话拢敢甲讲，伊嘛拢真愿意甲人听。李治神父帮助善乡人，作为伊一生的志业。除了去过澎湖照顾胎哥病人，回来到宜兰，嘛亲身照顾肺癆患者，处理因的大细项代志。一般民众看到肺癆就真惊，拢走去啊。所以，但是肺癆要定时食药伊就帮忙去送药。住迄圆山肺癆病院的时阵，病人的放尿肺烂，拢嘛要处理。伊每礼拜5拢会去讲噶，宜兰讲噶，遐为内底兄弟姊妹讲天主的道理。有一个内底兄弟，捌伫内底想要自杀3届。伊听李治神父讲过道理半年，无间断，就是一直拢去甲伊辅导，到尾伊都走出忧郁安尼。李治神父自天主教神职人员做到灵医会罗东圣母病院院长，对家己欠长内度，不是个对需要的人别问任何原因，只要有人来找伊帮忙，伊就愿意来斗3工。伊身躯边其实无啥物钱，但是伊也知影讲啥人医药费付袂出来，伊会帮助伊。伊的办公室门拢是开的，伊讲袂使锁门，我的门开是，互有需要的人，伫有勇气弄门的时阵，会当帮助需要的人。驶过半粒地球来到台湾，李治神父的精神早就定根伫遮，用行动实践 Jerusalem 受访基督时的世俗，爱咱的敌人免可刀剑，是借爱甲和平来相战。